因为伫印度南部是发生假酒淋死人的重大伤亡，上无有34个人无命，100外人送送病院。假酒的工厂、涉案的人员、17个官员拢已经互抓去。 死者的家属伤心，受伤的家属正担心。救护车、医生加专家拢赶来接纳库里奇，也就是假酒事件造成真侪人死亡的地区。官员讲，一开始就有9个人落巴肚胃疼去看医生，尾后有愈来愈侪人带去死亡。29 is confirmed dead. 印度媒体报道，塔米尔纳多邦首席部长史达林表示，这款死者拢是啉着掺有甲醇的酒，因为真侪病人的情形即马愈来愈恶化，估计死亡人数也会增加。所急救工厂的涉案人，也个17个官员拢已经被逮捕。伫咧印度，因为三家人无钱通买政府授权的业者所寄的酒，拢是去买介绍较俗、私底下伫咧寄的酒。这款非法的酒利润正悬，常常拢会加砂糖剂这款化学物质，增加酒精的浓度。若是出代志，每100个死亡人数拢正多。2020年，北部的旁遮普邦就造成120人死亡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